上个礼拜，车家岭澄清围嘅油铁山、毛子山，带俺哋去看一道品质最好的农产品，农村唔多嘛几钱。下礼拜俺哋爱揾一只高图，可能是亚洲成功嘅农产经验。产量将全国73个家嘅玻璃保笋，係用嚟上到後生人向貴去落成做呢。二蘭上升又用嚟靠唔大年嘅粗額來發落地方經濟。另外，像太湖草莓、拉拉山水蜜桃，又係用嚟屯農村天數發展咯。車家嶺澄清圍嘅報道。春天嘅季節，玻璃嘅天氣老品種強壯，還能按河，還能按樹上，還乃為充滿活力嘅天然景色，展現兩位確實係一隻優良天然環境。人人看青松寶兒，行圈看到有冇乜嘅長。天然風繞來繞去嘅莴筍，因為外表色彩有啲像寶兒，所以講客按做莴筍。雖然也有人嫌佢高筍也係水筍，不過都冇改變佢好食嘅滋味。細緻度比其他品種好，然後你會看到它的紋路它的口感都非常的嫩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它一年可以好幾次的採收期。所以農民來講的話，是非常喜歡這個品種。因為氣候水質關係，玻璃莴筍境內經受歡迎。不過，但將亦是天然環境和喇叭，種嘅技術也挺重要，從係利用 LED 天火。每年日夜提供貢獻，天收莴筍新種，也係從天調度掠到嫩嫩嘅飄兒。莫講你可能唔知，佢其實也係農民嘅一種智慧。浮萍就是要可以擋住陽光，因為我們的筍子是長在那個水底下面的啊。如果這個浮萍呢，它很多的話，那個陽光啊擋住了它啊，所以它才會這樣白白漂漂亮亮的。啊，如果說沒有浮萍就是很不好看，就是這樣子的。沒有浮萍長在最上面，沒有浮萍蓋住，都筍子這樣不好看，就是醜醜的。製作嘅時節，其他部分都是葉面，無算清高嘛，比安尼落田度比安尼硬下那高。其實啲個雜嘅部分，但是咧水都起來了，跟真還有當然的一段距離。韓國有個安尼田度有嗰種嘅浮萍啊，看當然啲田度可能有看到個浮萍，其實佢浮萍咩就砸定安尼個就上面一些雜質啊，一些重金屬就會磨的東西，其實它有隔絕的效果。簡單就冇乜嘅需要食肉嘅，國家要漂喺凍冷。莴筍的水溫度好，又冇插枝先種下，難怪品質就係一等讚。呢下到台灣銷售市場上，玻璃莴筍已經佔7成以上，就得講質到量都有前後性質。市場度從頭看到，前當然未當好食嘅莴筍，因為玻璃呢為天然環境嘅天收，國家農民10萬地一種。呢下佢已經係全台灣最大嘅莴筍產區。很簡單，本認為唔係當珍貴嘅農產品，因為呢位嘅面積大，品質又好，已經變做玻璃呢位最重要嘅經濟農產品。因為質到量都前好嘅莴筍，玻璃呢隻傳統農業節經濟產值比挑白高程度。看下面前呢幾片，差唔多係呢下玻璃最多人種嘅莴筍，就啲佢嘅價錢有幾好。其實，在都市裡面，在城市裡面，工廠裡面上班也是很辛苦啊。那為什麼還是不願意回來鄉下呢？最主要是收入的問題。
那种茭白笋的话呢，它的收入如果技术好的话呢，远比你在都市里面当服务生或是在工厂里面工作都来得高哦。像一甲地的话，你如果会种的话，不要说要很顶尖的一甲地可以收150万到200万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你如果是顶尖的话，可以收到250万以上啊，这个当然是比其他的行业来得好啊。这个等一下包装的时候，尽量就是大小让它均匀一点。好，根数重量超过一点，像这样子1.28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是1000嘛，超过不要不够超过没有关系，就是要尽量让它匀称。像这里那有浮品，要把它拿掉。元旦是传统抢菜嘅武术。因为地方乡亲嘅积极发挥，做日去唔系靠爱做天天嘅农产，尤其咧今年发展咧唔系蓝嘅玻璃，伫交通到公共大通下，咧下見到後生人願意轉來加入種武術。工廠大了磨好，佢轉嚟種武術呢吼，還青島來後生啊吼，青島你後生哦吼。不記講不轉咧種武術種咗講，哎嘿，你轉咧種武術種咧度，安尼生活就冇歹吼，盡量哦吼，不記講莫講比講哇，你種咧武術因為做唔得啦，喺你啲後生度對咧大迄人，但係你啊講種了好生活哎嘿，安尼嘛親好賣，安就唔會變苦到無解吼，安尼對咧後生來講吼，加親好啦。吸引的就后生喺落嚟做嘅眼睛啊，起到清太眼睛嚟講，你就做唔見嘅修身，人人嘅修身嚟講，做得文天，佢做得無卡太細故意好啊，唔會講比我去上班，收入較歹啊，收入當好嘅呢收成，佢哋要建議講，我個留下來個做，甚至講要鄉體嘅嘛，悄悄走嚟做啦，無順咧唔會歹啊，總係嚟收入當好啊。相對青島回港也係傳播淺嘅農產，幾年都做在首先嘅玻璃武術，本單純嘅綜合生活，因為唔係諗嘅經濟效益，下來青島轉向自體，係安樣嘅模式，也強用複製的東台灣嘅宜蘭人。了解環境嘅問題，青島設計嘅優勢，來自土著廟嘅客家二次移民，從20年前開始，就對三鄉鄉研發韓國大量生產創意。宜蘭其實它本來是屬於一個比較封閉的氣候，那它整年的這種年雨量哈，就是年的下雨量，它大概會超過200天。那所以說，以前在發展農業，其實宜蘭縣相對是一個比較貧困的地方了哈。那尤其是三星，它是靠近山區。那我們試着去推廣蔥這一個產業，那結果這個推動以後哈，它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作物了哈。那我們現在用一句，我們談的就是說一個經濟的作物。這個經濟的作物呢，就在這邊三星來醞釀來發揚光大哈。元旦靠冇人啲嘅三鄉，因為一將挑擺大家認為唔大眼嘅錯誤，你下變做面向動態嘅地方，甚至發落幾隻企業嘅農業經濟，就得想想創造財體鐵產係有幾重要。真現實嘅問題啦，因為你下從嘅都三線鄉來講，見多嚴重啦，最主要佢產值較高啦，一個地差唔多。你大田啊、四田啊，對吼，要培沙藥嘅，嗰條 QQ 梯吼，設計工錢一甲地差唔多5萬橋啦。不過這種蟲嘅都冇共樣，蟲嘅喺好價來講，分咧50橋來講吼，一分地差唔多需要2000公斤啦吼，按都10萬橋啦。
第三项向嘅芦笋，你按到眼内，详细看清楚，你会看到青岛从后背那样一件一件动插花、动像嘅性别种出现。你前面三项葱各经济价值嘅东西，为当地嘅农民带来实质嘅好处。我们以前他把葱都当成是一个配料了，那我们一直长期行下来，我们就跟他告诉别人，我们的葱是口感嫩的、品质好的、葱白厂的。所以说，现在有很多的消费者已经，还有我们的餐饮业者，甚至我们一些食品的一些加工业者，他已经特定就是说我一定就是要买我们三星的葱。台湾将葱嘅位数按到，甚至就种下沙沙就做得种。不过要种到像三项向安样，本规则乡镇发展起来，本乡镇生活好起来，食材系当罕见。不过个经济农产既然已经系目标，当然就会继续去做。尤其在耕田面积冇大、全球化市场竞争下，铁山做唔得适合铁山，还田出要有当站嘅品质。长做的机器也将农作物嘅长期发展。热火火嘅7月份，开拍2500公尺长嘅拉拉山，农民渐动生意，挑拿奶奶涨年果子，因为几年辛苦，涨很多嘅丰收，当然做唔得钱财。一面前啦。佢嘅当初真当得呢，一啲入去天天嚟剥佢啦，剥佢嚟去，然後摘個書記去辦得，喺冇嘅佢辦得呢唔摘嘅佢會水尾頭唔要會出啲嚟，佢唔想會冇跳佢來，會廢鐵啦。摘嘅時節按生意，包裝行也做唔得馬虎，莫看貼皮屋咧，一箱一箱，從然後都是都水果行強用。一則做得賣200元以上嘅水蜜桃，是日本拉拉山地區農民改變頭擺、艱苦過山生活最重要嘅東西。拉拉山嘅水蜜桃唔係講食起來又水又甜又香，嗰一點佢最味會帶甘甘咧。甜度一等站，口感又本甜甜，市場上當本分享嘅拉拉山水蜜桃，連中國人講到都沙皮。拉拉山慶祝要做天使，佢也三星同天使，佢意思係為青熱，安布係為有青藍啊，唔像廿兩日天就講，佢咩行到改皮上所以嘅啦，安布係為佢所以講人數熱漲，個加上也三星當開陽，唔可以講人哋白白，一春日頭都曬到啱，所以講拉拉山水蜜桃比皮皮也較好食。有鐵山冇田錯才有錢，不過雖然名聲有喇擺大，品質有喇擺好，鄉親就做得因為安樣提高生活水準，建立人工嘅福利農村。水蜜桃老三香葱係安樣，玻璃莴筍係安樣，大家熟落嘅台府草莓，該喊啊唔是講。要採草莓的時候，請記得拿剪刀，還有籃子啊。除了賣草莓，開放民眾摘草莓，還成立文化館，研發人類的附加產品。根據相關單位資料，台府草莓營業產值最多甚至有差唔多12億元，可見你細細一隻草莓，就得帶來極大嘅商機。我們剪草莓的時候，一定要從這草莓的這邊地頭割掉，啃了也袂使安尼啃。當然，唔係大家鄉鎮都有台府嘅環境，也唔係大家鐵山都有機會出頭。不過辛苦耕種，當然希望歡喜收穫。問題係安樣本大概3萬個鄉親有回報。並不是每項農作物都有可以發展經濟，變成精緻農業的這種體質啦。我們還是要稍微挑選一下，然後呢要把政府的研發的能量注入進去，然後呢還有民間企業的配合啊，那這2項缺一項都不可哦。然後最重要就是就是說這個產業的這些種植的農民呢，他們願意全心投入，然後接受改變，
这样的话就有机会，就是说营造出另外一个模式的新的这种产业出来。从遇到铁山的理由前面，台湾本地的农业需要用心，不论从品质、从行销，甚至从提供自然环境，都有机会为自家带来利益，甚至带来资产。农业做唔得了科技业比，不过两人讲嘅门落产业，总讲还系有发光发热嘅故事。按样去改变，用打造现代化农业。或者係困難，或者也冇停錯，安難。